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7月21号。今天的经文是61篇，诗篇61篇，撒母耳记下卷第9章1到13节，路加福音15章第1到第7节。今天的经文想要分享的主题是99只羊，或者我们说羊99。路加福音15章提到的失羊的比喻，其实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失羊的比喻是路加福音15章3个比喻的第一个。通常我们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都会聚焦在这个失羊的这件事情上面。如同我们在阅读第3个比喻浪子的故事的时候，大部分我们会聚焦在浪子的身上一样。今天牧师想要邀请大家一起来从不同的角度来思想这个比喻真正的教导。我们能够更广、更正确的角度来思考这个比喻的内容。第一，我们说，为何耶稣要讲这3个比喻呢？在路加福音15章第1到第2节里面，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经文说，有一次呢，有好些税吏跟坏人都来听耶稣讲道。法利赛人和经学教师们，他们就埋怨说，这个人竟然接纳坏人，并且跟他们一起吃饭。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第2个耶稣说这个比喻是因此耶稣给他们讲一个比喻，是针对第1节跟第2节，特别是第2节是法利赛人跟经学士所说的，他竟然接纳坏人跟他们一起吃饭。第3个我们看到的，这个人有100只羊。根据圣经考古的了解，从这个背景来说，当时候拥有100只羊算是非常富有的一个游牧民族。那后来他有1只迷失了，一般人而言呢，丢掉1只可能不太会去理会嘛，就简单的数学，99丢掉1了，剩下99啊，这个1%的损失。OK 啦，在折损率的容许度里面嘛，所以没有损失很多，就简单的数学来说，就是100等于99加1嘛，找到1还有少掉1还有99嘛，所以要看中哪一个其实就非常明白了啦。可是呢，游牧民族来讲，每一只羊其实都重要啊，他们很在意的。因此耶稣就举这样的例子，让法利赛人以及经学士能够去思考。第5个呢，当牧羊人发现1只走迷失的时候，他就留下这99只去找那1只啊。牧羊人将没有迷失的99留在旷野，让他自己去找。那为什么？因为他看中那1只迷失的羊的价值。以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来说，可能我们可以讲说1等于99，其实耶稣的想法又不太一样，我们等一下要讲。那第2个因素是这99只羊在牧羊人的心中应该是可靠的，是一个帮助者，是可以让牧羊人放心去找寻那1只迷失的羊的99只。第6个，找着了就很高兴。那只羊到底价值多少，我们不知道但是当牧羊人找到那1只迷失的羊的之后呢，他就邀请了朋友跟邻居来家里庆祝。我们就想一下啦，如果邀请个10个人、20个人，他的花费，我想有可能比这个找到的这只羊还要高吧。可是问题就是说，那种喜悦、那种高兴，不是一般的价值去
画上等号的。最后一个角度，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耶稣基督的数学或是说我们说天国的数学耶稣基督不是教数学的，可是他的数学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说100等于99加1，耶稣不是这样算的。在耶稣的心目中，99没有大于1，99也不等于1，而是1大于99，并不是说那99只没有价值，而是那一只迷途的羔羊被找到，那种高兴的价值胜过那99只。这个不是牧师讲的在今天的路加福音第15章第7节的经文里面，耶稣这样说：同样的，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的喜乐要比为99个无需悔改的义人而有更大的。很清楚的，从天国的角度来看，从耶稣基督的角度来看，找到那个迷途的羔羊，去跟罪人吃饭，让他们悔改，比那一些不用悔改的人还要有价值。在旧约，我们看到大卫王跟他所建立的王国，他统治了全以色列。根据传统的战争来讲，胜利的国家可以拥有原本这个帝国的这个领土这个帝国的人民这个帝国的财产一切的。那更凄惨的是，大部分我们所看到的历史记载里面，这些新建立的王国的国王、皇帝会将前朝的皇家子女全部杀死。但是我们回头看看大卫王的做法。今天经文中有一位人士叫做米非波设，他是扫罗王的孙子。大卫不但没有将他杀死，而且他怎样？因为他跟约拿单的誓约，他有说要善待扫罗的家族。这个米非波设其实是就约拿单的儿子，并且有身体有残缺，大卫就特别的这个恩待他。经文这样告诉我们：我要把扫罗和他家族一切的财产赐给你的主人的孙子米非波设。你和你的儿子们、奴仆都要为你主人扫罗的家族耕种田地，把收成拿来的供给他们使用。而米非波设本人要做我餐桌上的常客。米非波设有一个小儿子叫做米迦，所有的洗巴家里的人都成为米非波设的奴仆。于是两腿残废的米非波设就住在耶路撒冷，常与王同席吃饭。这个经文所记载的是多么令人动容的一幕。大卫依约照顾扫罗的家人，并且时常让他们与他自己同桌吃饭。我们可以说是平起平坐了就牧师个人的角度来看这一段经文，大卫王他担起了耶稣口中那99只羊的责任跟呼召，让他跟他立约的好朋友约拿单可以放心，让那高抹他为王的上帝也能够放心。我们基督徒呢？我们是否要自以为我们比这个99只羊更有价值？或是我们明白上帝我们的牧羊人的心意，我们愿意让牧羊人能够放心去寻找那一只迷途的羔羊，那个
罪人。我们是否时常会像浪子故事当中的大儿子一样，我们总认为自己是最好的，我们是最有价值的，我们最厉害的，我最有资格的，而我们时常就因为这样子忘记了，我们所领受的一切并不是我们自己拥有的，而是上帝所赐予的。如果没有上帝所赐予的话，那一切就不算什么了。是不是让我们一起努力成为耶稣基督心目中的那99只羊？我们千万不要只光躺在那边等着享受上帝的恩典而已。